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嚟到天空聖城。天空聖城呢個平台咧，係為咗散居世界各地講粵語嘅人群而設嘅網上崇拜平台。目的係為咗招聚世界各地講廣東話嘅弟兄姊妹，一齊雲端將敬拜讚美帶到主嘅寶座前，藉住聖歌、聖禮、聖言，讓我哋明白真道，更加認識同埋親近神，將耶穌基督嘅福音同人分享。所以歡迎咧，大家都可以邀埋你嘅親朋戚友咧，一齊嚟參加我哋一場敬拜。今日係2026年3月8號大齋期嘅第3主日，崇拜即將開始，讓我哋安靜，預備心靈去敬拜主。主在聖殿中。宣召詩篇第95篇，有請。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因為耶和華為大，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來啊，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是我們的神，他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們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你們不可硬着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40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裏迷糊的百姓，竟不曉得我的作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感謝神嘅話語。跟住係詩歌敬拜嘅時間，最好的福氣。正如咧詩篇所講，我哋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去感謝他，用詩歌向佢歡呼，因為耶和華超乎萬神之上，地上所有都係屬乎佢嘅。我哋咧都要喺耶和華面前屈膝敬拜。既然我哋有咁超然嘅天父時刻保守，確實係我哋最好嘅福氣。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生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便作歡呼。人海中多昏暗迷霧，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覺恩典豐富。
從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在你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正早到晚上也未停住，藏在你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但你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投靠你，便覺恩典豐富。也許心中感痛的，甚至失去了力氣，讓我找緊你熱暖的手臂，攜着我在振翅高飛。人海中雖然會流離，但你應許不捨不棄，投靠你是最好的福利。全賴有着你，才令這生極美。重讀經文，出埃及記17章1去到7節，請。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按着站口從汛的曠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營，百姓沒有水喝，所以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與我爭鬧？為什麼試探耶和華呢？百姓在那裏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怨言，說：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百姓怎樣行呢？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裏拿着你先前擊打河水的杖，帶領以色列的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裏必有水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他給那地方起名瑪撒，又叫米利巴，因為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試探耶和華，說：耶和華是我們中間不是。神嘅話語何等寶貴！如果大家方便咧，都邀請大家一同站立，我哋宣讀《使徒信經》。《使徒信經》咧係我哋叫兩根基宣告，預備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請坐。我哋接住一齊同心禱告。主耶穌咧，我哋都要向你敬拜，要依靠你。特別喺呢個紛亂嘅世界入邊，我哋感謝你，因為我哋仍然有生命氣息，我哋有平安去到你嘅面前去聚集去敬拜你。特別咧，我哋將到喺世界各地有好多
戰事特別喺伊朗上面咧，有好多好凄慘嘅事情發生，有好多人嘅傷亡。求主咧憐憫嗰度嘅人，讓你嘅平安同埋你嘅同在都同佢哋一齊。求你咧亦都感動各國嘅領袖，佢知道點樣去有一個合宜嘅一個和平嘅一個共識，以至到可以停止呢啲無辜嘅殺害。求你親恩手咧去保護屬於你嘅人。喺當中咧，主啊，我哋知道咧喺混亂當中，求你去教我哋數算我哋嘅日子，亦都求你火熱我哋嘅心，讓我哋喺為着你快來嘅日子咧，我哋去為你做預備，我哋咧去為你嘅國去多作見證，去緊執每一個時刻咧傳揚福音，亦都求主咧喺今日我當中坐着為王，讓我哋喺呢個崇拜入邊，我哋一切嘅預備都能夠順暢，亦透過聖靈，讓我哋嘅思想、你嘅話語嘅寶貴，更新住我哋生命。感謝主，禱告乃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誦讀經文，羅馬書5章1去到11節，有請。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他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嘅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做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第一，我靠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地提到你們，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去，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感謝神嘅話語。接住係詩歌敬拜，尋着你的那天。感謝主咧，你親自降西挽回咗我哋嘅生命，讓我哋罪人，我哋活嘅時候，我哋有盼望。傳說人生只不過是個夢，無方向，無意義，沒內容。貧窮或富足，結局都一樣相同，如炊煙飄散，埋在糞土中。茫茫人海，找一快樂美夢，無傷痛，無怨恨，沒淚容。流浪在世間，試圖找絢爛彩虹，但千山走遍，仍未見影蹤。直到一天，我在塵世尋着你，彷徨空虛，悄然消失遠飛。與你偶遇，原是我畢生的福氣，如黑夜盡頭重現晨曦。在那一天，我在塵世尋着你，從前孤單，我從此不記起。你賜盼望，承諾這愛永沒盡期，灰色人生變成絕美。
誦讀經文，約翰福音4章5節去到42節，有請。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水喝。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裏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有5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什麼呢？或說你為什麼和他說話？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嗎？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這期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吃。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4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5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便在那裏住了2天。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經文讀畢。
接住正道嘅時間，今日講題係永不缺乏的跟隨。經文係出埃及記17章1-7節。為我哋分享信息嘅係黎演剛老師。黎老師咧係企業同埋職場領導力嘅導師，係教會職場事工召集人，亦都係人才發展教練。我將時間恭敬交俾黎老師。好，唔該晒阿 John， 大家聽到嗎？聽到俾一個手勢。好，唔該晒。好啊，大家早晨，或者有啲地方咧就大家晚安，係啦。咁啊頭先聽詩歌嘅時候咧都非常之感動。咁係今日好感恩啦，能夠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咧喺 Zoom 嗰度去一齊讀神嘅話，一齊分享神嘅話。係啦，其實咧頭先阿 John 就介紹咧，我係職場領導力嘅導師。咁其實我再講多少少介紹我自己啦。咁我就其實係2個太太嘅老公，亦都有2個外母。咁原因係因為之前太太咧就經歷咗癌症，咁俾主接咗返天家。咁喺我人生當中進入接近30年嘅婚姻嘅裏邊咧，突然間失去咗個配偶咧，我諗都好多晴天霹靂。但係我亦都冇諗過人生原來神係為我預備咗另外一個家庭咁進入第2段婚姻。咁所以整個人生經歷好奇妙。咁所以當我預備今日嘅講題嘅時候咧，我就會想起喺我咁多年嘅人生當中，神一路嘅拖帶，神一路嘅保守，神一路嘅帶領，讓我感受到呢一位嘅牧者咧係令到我永不缺乏。咁所以我就用咗呢一個嘅題目咧作為開始。咁我哋有一個簡單嘅祈禱。爸爸，我哋多謝你啊！我哋嚟到你面前，無論我哋呢刻咧帶住咩心情，爸爸你話咧，你係施恩賜平安嘅神，願你喺呢刻裏邊咧將你極大嘅平安賜俾呢一度咧喺線上邊嘅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咧今日第一次嚟到當中嘅朋友，甚至咧係每一位弟兄姊妹同朋友嘅家人。主你都嘅愛咧係大大充滿佢哋，因為每一個咧都係你親手所做。我哋多謝你，願你親自咧帶領我哋以下嘅時間，讓我哋喺永不缺乏嘅跟隨當中與你相遇。多謝主，奉主名求，阿們。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嘅時候咧，咁我就先睇一睇嗰個投影片嚇。好，今日嗰個題目咧係永不缺乏嘅跟隨啊！咁頭先咧大家讀過經文啊，咁經文咧我哋稍後我哋會再睇嘅嚇。咁我就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就都想先問一問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考試咧？甚至咧你話我都好耐冇考試啦，咁有冇經歷過聽日就係你仔女嘅考試咧？如果你作為爹哋媽咪咧，我唔知你今日個心情會係點？又或者咧，大家有冇經歷過咧？就聽日要見一份咧，你揾咗好耐嘅工，終於有得 interview 啦。咁唔知咧，你會帶咗個咩心情咧去預備咧？緊唔緊張咧？或者壓力大唔大咧？又或者大家有冇試過咧去做一啲嘅呈獻presentation？ 係啦，就係哇，終於等咗好耐咧，有機會咧我去上去做 presentation， 而且呢個嘅呈獻咧係關乎公司未來1年嘅生意額。請問你又帶住一個咩心情咧？我相信咧都唔使講，如果俾我咧，我會好緊張啦。咁點解用呢啲問題問大家咧？讓我哋咧真係將個鏡頭一去翻舊約出埃及記17章。頭先咧其實係阿 Job 咧就已經讀過第1至7節，但係我哋而家睇咧就睇第8節先。係啦，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我哋講少少嘅背景呢一段嘅經文就係以色列人咧係經歷過紅海，係睇到神一個好大能嘅手咧，係將紅海分開，而佢哋咧係行乾地過去。係啊，跟住佢哋就開始咧一路進入曠野，而係經過咗一啲嘅地方，嚟到出埃及記第17章。今日呢一個地方叫做利非定，係啦。咁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發生咗一啲嘅事。不過發生呢啲事嘅同一時間後邊咧，原來第8節咧係有件事咧係即將來臨。嗰件係咩事咧？我哋第一咧，我哋就睇一睇第8節嚇。
好，我再校一校個掣啊。好啦，第八節咧，17章第8節咧，嗰度係咁講啊。佢話那時亞瑪力人來到利非定啊，預備咧同以色列人爭戰。嗱，其實咧，即係亞瑪力人係咩人咧？亞瑪力人就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雅各有個哥，咁雅各咧就係亞伯拉罕個孫，亞伯拉罕個仔叫以撒啦。咁以撒就生咗2個仔，一個咧就大仔叫以掃，一個咧就係雅各就係細佬啦，係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大家咧知道佢兩兄弟咧去到最尾，其實係有啲事發生咗嚇。咁結果咧，佢哋兩兄弟就分開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以掃就一路生後代啦，咁雅各又生後代，生咗12支派啦，咁而以掃都生咗後代，咁其中一個後代咧就亞瑪力，咁所以亞瑪力人咧其實係以掃嘅後代，咁但係咧就成日同以色列人爭戰嘅，咁喺呢一刻裏邊咧，其實出埃及記第17章第8節就係亞瑪力人咧嚟到利非定呢個地方，預備同以色列人爭戰。咁如果你係以色列人嘅統帥，我想問下大家，你會做啲咩呢？如果你有一班軍隊啊，你有個 team 啊，係啊，但係有敵人嚟喎，咁如果你係統帥，你第一時間你會諗咩？咦，諗戰略啦，諗下點防守啦，諗下用咩兵器啦，諗下大家點樣分佈啦，諗下個計劃啦，我哋會諗好多嘢，係咪？但係神又點呢？不如我哋一齊咧喺度，我哋再睇多次出埃及記17章第1節到第7節。係啊，當神預見啦，亦都知道亞瑪力人咧會嚟攻打以色列人啊。神當時帶以色列人去邊呢？我哋一齊睇多次下。原來咧喺出埃及記第17章，神就帶以色列人去咗邊度？以色列人全體人民遵照上主嘅指示，離開順嘅曠野，一站一站咁咧就嚟到利非定呢個地方紮營。但係嗰度發生咗一件事，係咩事咧？冇水飲。跟住佢哋就開始埋怨摩西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回答：點解你哋要埋怨呢？點解要試探上主呢？但係啲人民咧非常之口渴，好似聽唔到摩西講任何嘢咁。佢哋繼續埋怨摩西，佢哋講：你點解要將我哋領出埃及？點解要讓我哋同埋我哋嘅仔女，甚至我哋嘅牲畜都要喺度渴死呢？摩西就喺上主面前懇切禱告說：我拿這人民怎麼辦呢？他們快要拿石頭打死我了。上主對摩西說：你帶幾個以色列人嘅領袖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頭，手裏要拿着你擊打尼羅河水嘅杖。第6節，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烈山嘅一塊磐石上，你擊打那磐石，就會有水流出來給他們喝。摩西當着以色列領袖面前呢，這樣做了。那地方叫瑪撒，又叫米利巴。頭先咧詩篇第95篇讀過噶啦。因為以色列人在那裏抱怨，試探上主，他們問上主是不是和我們在一起？其實咧，當時以色列人咧，因為冇水飲，佢哋就埋怨，而且呢個埋怨嘅聲音越嚟越大，一路咧個埋怨嘅矛頭直指摩西。其實唔單止摩西，其實佢哋係直指上帝。點解要帶我哋離開埃及？點解要我哋死喺度？點解要我哋冇水飲？點解要我哋成家渴死？我哋以前喺埃及好過。當佢哋咁樣講嘅時候，我唔知大家諗緊乜。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講咗亞瑪力人即將嚟到同以色列人爭戰。喺呢個咁嚴峻嘅危機嚟到之前，點解神唔教佢哋防備呢？點解神唔教佢哋計劃呢？點解神唔會曉諭摩西話：喂，你要點樣防備亞瑪力人呢？反而將佢哋帶嚟利非定呢個地方，唔通神睇唔到佢哋嘅需要咩？我唔知大家咧有冇記得詩篇23篇咧第1節嗰度講乜嘢？詩篇第23篇第1節，當然唔係講
佢哋過紅海啦。因為佢哋過完紅海，其實都係2個月之內嘅事，佢哋就嚟到利非定呢個地方。2個月嘅時間，其實2個月之前佢哋經過一個好大嘅神蹟，就係神大能嘅手將紅海嘅水分開，然之後摩西就帶以色列人咧一路經過個紅海行乾地，係啊，直至佢最後一個行過去之後咧，跟住啲埃及追兵追過嚟嘅時候，神就用紅海嘅水再一次咧合翻埋嘅時候，全部淹死所有埃及嘅追兵。係啊，其實真係2個月前嘅事，但係佢哋好似忘記得一乾二淨，佢哋冇水飲，佢哋跟住埋怨神。咁以色列人忘記啫，唔通神又唔記得咗？明明有危機嚟到，點解讓佢哋冇水飲呢？我唔知大家咧記唔記得詩篇23篇第1節嗰度講咩？嗰節經文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不如我哋睇多次。佢哋面對緊嘅問題係咩啊？冇水飲，埋怨摩西，你點解令我哋出埃及？但係詩篇23篇第1節提醒我哋嘅係乜嘢？如果大家睇到畫面嘅，我哋可以一齊讀詩篇23篇第1節、第2節，佢係咁講：佢話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嘅水邊。係咪好好？神係我哋個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佢可以令我瞓喺青草地，領我去安歇嘅水邊。我唔知大家你喺生命當中喺人生裏邊經過一次係神使你躺臥青草地嘅感覺，有冇試過安歇喺水邊嗰種嘅經歷？有冇試過好舒服？你話梗係有啦，去旅行瞓喺青草地，梗係試得多啦。喺外國一去到旅行，我就成個大自然咁瞓咗喺度，唔使講韓國啊。喺香港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好大嘅一個公園，我都好多時咧選擇瞓喺草地，真係好舒服。但係神係咪咁樣同我哋講咧？你揾笪草地瞓咧，你就可以安歇啦。其實當敵人嚟緊，我又冇水飲，點安歇啊？係咪神睇唔到啊？我好記得。有一位姊妹咧，我曾經咁樣問過佢，我話姊妹啊，你嚟緊咧，因為都隔咗段時間冇做嘢，你想唔想揾工？我梗係想啦。我話你想揾份咩工啊？哇！佢話之前嗰份工啊，老細又刻薄啦，跟住啲同事咧又成日講人是非啦，跟住又成日 OD 啦。哇！如果俾我份工咧，嗰份工又有升職機會啦，福利又好啦，老闆又對我好啦，啲同事又錫我啦，上司咧又俾嘢我學啦。哇！有一份工咧，我就非常開心啊！我好想期待咧，神為我預備一份超級好開心嘅工。如果你依家做緊嗰份工咧，你覺得好開心咧，我感謝主啊！我唔知大家咧，依家你覺得哇，你個工作環境啦，你身處嘅職場啦，甚至你嘅家庭啦，你自己覺得能唔能夠俾你安歇，能唔能夠俾你好似喺青草地一樣咧？你話好似唔得喎，神嗰句説話係咪真㗎？乜嘢叫做青草地啊？其實我哋睇呢個地圖，我哋會睇到係乜嘢咧？嗱，以色列人咧就過紅海，咁跟住呢幅地圖咧，你會睇到佢哋過紅海之後會經過馬拉，然之後經過汛呢個地方。馬拉嘅地方咧，佢哋第一個經歷係咩咧？就係飲水變苦啊！結果神就吩咐摩西咧，將個樹掉落海，將個樹木掉落海嘅時候咧，嗰啲水就變甜，百姓可以飲啊！佢哋第一次埋怨神喺馬拉嗰度。結果去到汛嘅曠野咧，佢哋經歷完神使水變甜啦，跟住佢哋係冇嘢食，結果又埋怨神。佢話：摩西，你點解又要喺埃及帶我哋出嚟，等我哋餓死？喺汛嘅曠野冇嘢食，結果係咩咧？神係賜嗎哪俾佢哋，係啦，係1至6日都有，但喺第6日咧雙倍俾佢哋，因為第7日咧喺屋企休息，唔使出去攞噶啦，就俾佢哋學習信心嘅功課。一步一步咧，其實神都係繼續施恩典俾佢哋。嚟到利非定，跟住你話百姓冇水飲喎，點解神咁大整蠱啊？其實弟兄姊妹，大家知唔知道利非定係咩意思咧？其實利非定喺原文嘅意思係休息之處、安歇之地。其實神預備呢個地方係俾以色列人可以安息。呢個地方個名就係叫安息之地。
咁啊，既然安息之地，點解冇水飲啊？係咪神疏忽啊？係咪神唔記得咗啊？其實唔係神疏忽，而係佢要操練，或者咁講，有危機嚟之前，其實神係要訓練佢嘅子民有屬靈嘅眼光。呢個屬靈眼光係咩意思呢？即係我哋睇嘢唔係淨係睇到自己睇到，唔係淨係睇到自己嗰種需要。當百姓嗰隻眼淨係睇到冇水嘅時候，佢裏邊就充滿埋怨，因為我哋嘅問題全部擺晒喺冇水、冇資源，啲人對我唔好，上司唔錫我，甚至冇人理我，我唔覺得被睇重，我唔重要，甚至我喺呢個地方冇肯定，甚至由細到大我嘅原生家庭都俾我好多嘅傷害，我覺得咁樣，我裏邊越睇到呢啲，我裏邊越充滿埋怨。係咪神唔記得呢？絕對唔係，只不過神係操練我哋由睇到問題，然之後睇到佢，更加操練我哋有問題出現同一時間，我哋睇到神喺度。其實呢個好重要。我哋好多時睇到有問題嘅時候，我哋個問題就會將佢一路放大，可能係我哋自己放大，甚至係仇敵用好多嘅方式令到我哋放大。都話你㗎啦，話你做嘢唔 OK 㗎啦，都話你㗎啦。其實你講嘅嘢邊有人聽啊？都話咗你㗎啦。其實好多呢啲嘅聲音不斷喺我哋裏邊出現，結果我哋裏邊咧係俾咩充滿咧？恐懼啦、擔心啦、埋怨啦，跟住完全睇唔到上帝。但係出埃及記17章1至7節，除咗睇到以色列人，我哋仲睇到邊個？我哋睇到摩西。咁摩西佢又點處理呢？其實摩西個壓力好大喎，因為100幾200萬嘅以色列人矛頭全部指向佢，冇水飲。我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過呢？冇水，我就經歷過，成個大廈突然間咧係爆水管，我哋係由朝到晚係全日冇水，係唔單止冇洗手間嘅水，亦都係冇食水。夜晚11點幾，我哋仲要落去揸住個水樽排隊，我諗係極度唔方便。但係當我哋俾咁多嘅困難充斥住嘅時候呢，我哋嘅矛頭係指咩啊？我當時諗幾時有水啊？管理處幾時 OK 啊？我哋會將個矛頭指向咗個人啊。係啊，管理處幾時搞掂啊？甚至政府部門幾時搞掂啊？但係摩西佢點呢？摩西卻係由睇環境轉為睇神。呢個係今日我哋一齊我哋分享嘅第一個好重要嘅重點。永不缺乏嘅跟隨係我哋係環境係唔容易，但係嗰個永不缺乏係神。我哋望住自己真係好多缺乏，但係當我哋望神嘅時候，佢本身就係永不缺乏。所以由睇環境轉為睇神，摩西佢做咗啲乜呢？嗱，以色列人就埋怨佢啊，但係摩西做咩？第4節，摩西在上主面前懇切禱告說：我拿這人民怎麼辦呢？他們快要拿石頭打死我了。摩西壓力大唔大？肯定大啊！呢一句説話呢，係即係和合本嘅聖經所翻譯嘅，但係原文嘅意思係點呢？我哋再睇多少少嚇嗰個意思嚇。摩西上帝面前懇切禱告，其實我拿這人民怎麼辦呢？佢原文嘅意思就係、摩西喺度講：神啊，我走投無路，我走到盡頭啦！呢班人我帶唔到啊，我唔識帶啊，我交翻俾你。我唔知在座呢，或者喺線上邊嘅呢，有冇係做領袖嘅弟兄姊妹，或者你喺部門做主管嘅弟兄姊妹，有冇試過你花咗好多心機去帶人，但係帶極都帶唔到，甚至啲人唔服你，甚至啲人埋怨你，甚至有啲你做得少少唔好嘅地方，啲人就將佢放大。有冇試過？我走到盡頭，呢班人我帶唔喐啊！神啊，我交翻俾你。香港2003年呢，經歷有沙士。我諗如果
即係當時嘅香港人咧，全部都好驚，唔敢出街，包括其實我自己都好多嘅擔心。當時我個仔3歲啫，係啊，其實帶唔帶佢翻學校咧？帶翻學校嘅時候又驚感染，出到去嘅時候咧，搭地鐵大家都好驚，距離好遠，啲人完全唔敢咧坐喺個人隔離。大家戴咗口罩，但係沙士喺當時係不治之症，一感染咗其實就會好擔心係冇埋條命。當時束手無策，包括其中一位醫生，我相信大家咧應該都聽過佢個名係沈祖堯醫生。沈祖堯醫生咧係當時係真係醫學界喺香港醫學界嘅頂尖，係啊，亦都係好多人識得佢。佢當時就係負責香港沙士。當佢見到一個個嘅醫生病倒，一個個嘅醫護人員發高燒，佢睇見有醫生離開世界，佢睇到好多病人送入醫院，佢哋好大嘅擔心。跟住佢心裏邊有感動，一齊要開個祈禱會。於是佢知道祈禱會要開，佢就搭 lift。佢一路搭 lift 嘅時候，佢心裏邊好大嘅恐懼，心裏邊有好多嘅不知。佢一路搭 lift 嘅時候，一路唔知點算，一陣點開個祈禱會咧？於是佢出咗 lift，入到佢間房，閂埋房門，佢就跪咗喺度。佢跪咗喺度講咩咧？佢話神，我無能為力。一個醫學界嘅權威面對沙士毫無能為力。當時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神啊，求你唔好將我哋嘅無知令到我哋身邊嘅朋友、同事、家人同埋病人喪失生命。佢跪咗喺度，跟住一路喊。成班同事一齊祈禱。所有醫學界都唔知點樣面對呢個完全喺過去從來冇經歷過嘅病症。佢將整個主權交翻俾上帝。沈祖堯醫生佢形容自己之前係一個好驕傲嘅人，佢話有乜嘢我係搞唔掂嘅。佢係醫學界嘅頂尖，佢嘅知識好豐富，但喺今次裏邊佢跪低喺神面前，佢話我無能為力。我唔知大家當你面對好大壓力嘅時候，你會選擇做啲乜嘢呢？仍然繼續用你嘅方式，繼續揾好多唔同嘅資源、朋友去幫手。呢啲唔係唔重要，但係神要我哋學習嘅係由環境轉為看神。當摩西咁樣去做嘅時候，神點做呢？我哋一齊睇第5節。上主對摩西說：你帶幾個以色列人嘅領袖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頭，手裏要拿着你擊打尼羅河水嘅杖。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烈山嘅一塊磐石上，你擊打那磐石，就會有水流出來俾佢哋飲。摩西當着以色列領袖嘅面這樣做了。其實神有冇方法呢？神係有方法嘅。當你尋求神嘅時候，神係會帶領嘅。神嘅方法係乜嘢？百姓只係想要一個解決問題嘅神，但係神要我哋得着嘅係乜嘢？想我哋學習到嘅係神自己。我幫你解決100條問題，但係有任何事情出現嘅時候，我哋唔係揾神解決問題。如果我哋只係抱住呢個目的，神就變成咗另外一個宗教，神就變成咗好似今日嘅其他宗教偶像一樣，求神拜佛都係揾佢。但神盼望我哋係咩？喺件事嘅裏邊係得着神自己。所以當摩西願意返到去神面前嘅時候，神就讓摩西面對嘅難題轉為尋求神嘅面。呢個就係我哋今日第二個好重要，點樣可以永不缺乏呢？第一就係我哋由睇環境變為我哋仰望神，我哋睇神，唔係環境，唔係事實，環境係事實，但係更重要，神都係事實。神都係與我哋同在。第二，我哋今日揾神係解決困難啦，定還是係揾神自己？呢個好大嘅分別。
揾神自己又會點呢？神好親自同摩西講乜嘢啊？上主對摩西説：你帶幾個以色列人嘅領袖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頭，手裏要拿着你擊打尼羅河水嘅杖，你打落去嘅時候就有水出啦。但係個關鍵係乜嘢啊？關鍵係第6節，我要站在你面前。摩西嘅杖如果冇神係毫無能力。摩西嘅杖代表咩？你嘅經驗、你嘅知識、你嘅資源、你嘅人脈，一切你可以掌握到所有嘅嘢都係你嘅杖。但係如果今日冇神企喺你面前，你攞住嗰個杖係毫無能力。但係以色列人當佢一路專注佢冇嘅嘢嘅時候，佢就睇唔到神。同樣今日我哋專注難題，我哋專注我哋嘅方法去揾幫手揾資源，我哋仍然係活喺個難題當中。你話神啊，你幾時出手啊？當神出手嘅時候，你將神變成咗個 problem solver， 佢就係解決你問題嘅神啫，就係咁多。咁你話咁神做乜嘢？神要我哋認識佢更多，要認識神自己更多。點解？好特別，即係當我預備嘅時候咧，神又突然間讓我諗起一個嘅畫面。呢個畫面係咩？我相信大家咧都唔會陌生啊。呢個畫面係喺馬可福音，當時門徒同耶穌上船啊，係去經過加利利海啊，去到另外一個地方。但係進入加利利海嘅時候咧，耶穌因為太攰啊，佢就瞓咗喺船嗰度。但係突然間狂風大作，當時一班非常有經驗嘅漁夫，佢哋好驚，因為嗰個風係相信係大到好犀利，大到佢哋可以係冇咗條命嚇。結果佢哋講乜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呢段經文，馬可福音4章38節。當時嗰段經文係咁講嘅：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跟隨咗耶穌嘅一班門徒睇到狂風大作，佢哋係非常有經驗嘅漁夫，即係乜嘢呢？你嘅浪啊係大過晒你一切嘅經驗，你會點？佢哋見到耶穌，但係結果佢哋同耶穌講咩呢？我相信同以色列人係冇分別。摩西理唔理我哋咩？神理唔理我哋咩？點解要帶我哋出嚟啊？你唔理我哋咩？門徒又係咁講。耶穌話：你去咗邊啊？你喺度，點解你唔醒啊？點解你要瞓覺啊？結果耶穌點呢？我相信大家好清楚。耶穌醒了，就斥責風，並且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我唔知大家咧，你睇呢節經文咧，我係特別俾呢幾個字吸引，大大地平靜，大到點呢？係狂風大作，大浪到啲漁夫都驚。我記得有一次喺10號風球，我當時咧係住喺赤柱啊，香港呢個地方。我走埋去，個窗突然間吹開咗，我係走埋去山窗，砰一聲，突然間好大嘅雷啊打落嚟，哇！我當時成個人彈起，嗰個風係砰砰聲吹到好犀利。我相信當時個風咧係好大啊，但係突然間大大地平靜係咩意思？又好大嘅風，一聲平靜咗。呢個平靜係令到門徒呆晒。當佢哋睇風浪大過晒耶穌嘅時候，佢哋就話耶穌理唔理我哋？但係當耶穌講住了吧，靜了吧嘅時候，個風浪係突然間平靜到佢哋都唔信，唔信到點地步啊？佢哋大大懼怕，彼此説：邊個嚟㗎？風同海都聽。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一種嘅嗰種嘅極端嘅落差。大大地暴風係好犀利，大到佢哋係連命都冇啊，驚到。跟住耶穌講一句住了吧，靜了吧，個風係突然間由暴風變咗大大嘅平靜。跟住佢哋好驚，係驚到點啊？呢個係邊個嚟嘅？點解連風同海都聽？神要我哋唔係睇個風浪有幾大。當我哋越怕風浪嘅時候，我哋就越唔怕神。我哋發覺，當個風浪大到
我哋不斷埋怨，我哋不斷抱怨神，點解你要擺我喺呢間公司？點解你要擺我喺呢個屋企？點解你要擺我喺呢間教會？點解你要擺我喺呢個環境當中？點解你唔出手？點解你唔做嘢？點解你要令我面對咁多呢啲情況？唔係神刻意要讓你面對，係仇敵俾我哋面對咁多嘢。但係神容讓呢啲讓我哋去經歷嘅時候，佢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你經歷嘅時候，我喺度。我好記得，當我太太離開世界，我雖然知道我係一定會見到佢，將來喺天家，但係喺人嚟講，咁多年嘅感情，好難一下子咧放得低。我自己裏邊都好難過。有一次咧，有班代禱者嚟為我祈禱。其實呢班代禱者我係完全唔識嘅，佢哋係有心咧，係有一個嘅感動，係嚟服侍咧一班即係教會嘅組長。咁我當時咧係有組長嘅侍奉，咁我就俾佢哋祈禱。其實完全唔識。咁有兩個姊妹埋到嚟嘅時候咧，佢就按著感動為我祈禱。佢話 Henry 我睇到咧神俾一個好幸福嘅婚姻你。當時佢一講幸福嘅婚姻，啱啱我太太離開世界。其實咧，我話唔係嘛，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祈禱咧？跟住佢第二句係講咩？佢 Henry， 我見到你對面張凳係空嘅，你坐咗喺個大廳度。佢講張凳係空嘅時候咧，我裏邊更加唔容易接受。但係突然間佢講咩？佢話依家耶穌站喺你後邊，佢隻手搭住你膊頭。你食早餐嘅時候，耶穌喺度；你返工嘅時候，耶穌喺度；你同朋友傾偈嘅時候，耶穌喺度；你開會嘅時候，耶穌喺度。其實佢講咗不斷重複好多次，耶穌喺度。但係我最寶貴嘅係咩？係搭住膊頭，因為搭住膊頭俾我一個好大嘅安全感。就算我同我個仔都係嘅，我個仔搭住我膊頭，我感覺好開心嘅，因為搭住膊頭就係一種好大嘅安全感，傾到落嚟一樣，我好中意。特別咧啲好朋友搭住我膊頭嘅時候，我就好開心。喺嗰個祈禱裏邊咧，我好感動。耶穌一直喺度，門徒大大懼怕，因為連風和海都驚咗耶穌。風和海都驚耶穌，我哋驚唔驚耶穌啊？唔係驚耶穌責罰我哋嘅，係我哋係敬畏佢嘅能力，係連風和海都要聽。如果我哋怕環境多過敬畏耶穌，我哋就好容易埋怨，我哋就會好容易覺得乜都冇，我哋就會好容易覺得缺乏，我哋甚至睇唔到神，更加唔會讀佢嘅話語。仇敵最想嘅，佢唔驚我哋信耶穌，佢係驚乜嘢啊？係驚我哋黐住上帝，驚我哋同上帝有好緊密嘅關係。呢個係仇敵最唔想睇到。佢完全唔擔心你信耶穌嘅。你信耶穌，你唔揾神，你信耶穌唔讀佢嘅話語，你信耶穌你唔返教會，佢完全唔使擔心啊！幾多個信耶穌都冇問題，但係信耶穌同神又有好關係嘅，佢就會擔心，佢就會驚，所以佢會用好多個問題嚟到欺騙你。問題嚟啦，好困難嘅。耶穌喺邊啊？耶穌喺度，佢就出手救你啦。佢同樣咁樣試探耶穌啊！如果你真係神嘅兒子，你就將石頭變成食物啦。你餓咗咁多日，但係耶穌講乜啊？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今日當你面對困難嘅時候，困難大啲定耶穌大啲呢？我哋一齊勉勵耶穌，讓我哋望住佢。所以大衛喺詩篇27篇3至5節好寶貴嘅一首詩篇。個詩篇講咩呢？如果大家睇到，我哋可以一齊讀下。佢嗰篇講咩？佢話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心仍舊安穩。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當我睇呢篇詩篇嘅時候呢，我好感恩。有乜嘢好得過？你諗下，大衛俾軍兵攻擊。我相信大家呢，如果你有讀聖經，你留意大衛，佢一生都喺嗰個戰亂當中。佢雖然被膏立為王，但係被掃羅追殺，被佢兒子追殺。但係佢話乜嘢呢？我心仍舊安穩。然之後有一件事佢覺得好重要啊！有一件事，嗰件事係乜嘢啊？就係瞻仰神嘅榮美。咩叫瞻仰神嘅榮美？我諗大家呢，如果你有拍拖，你望住你好中意嘅心上人，唔使講嘢已經夠。瞻仰他的榮美就係咁。我帶過好多次嘅父子營，好感恩咧有機會帶父子營。我帶父子營嘅時候咧，一定做一個嘅邀請嘅。個邀請係咩咧？嗰啲嘅孩子咧，全部係小學6年班。一去到中一咧，佢哋就好想獨立嘅。其實好短嘅時間咁，所以呢間學校好好。佢喺小學6年班嘅時候咧，就安排2日1夜嘅 camp 咧，就係俾啲仔仔咧去對住爸爸單係父子嘅啫。我每一次咧都邀請佢哋咧係咁嘅，係望住爸爸，爸爸又望住阿仔。開頭嘅時候咧，佢哋撇聲笑嘅，但係好得意啊！跟住我講，大家安靜先嗱，我哋唔好笑，我哋淨係望住爹哋，唔使講嘢，唔使講嘢，完全唔使講嘢，淨係望住爸爸。結果咧，唔使20秒鐘，啲爹哋開始流眼淚。跟住啱啱我上個月帶嘅父子營咧，有一個男仔，佢用隻手摸下爸爸塊面，跟住佢啱啱喺我前邊嘛，佢就講咗句：佢爸爸，點解你多咗咁多白頭髮嘅？個爸爸喊到收唔到聲，跟住攬住阿仔。乜嘢叫做瞻仰他的榮美啊？神好想我哋同佢好似咁。佢日日望住我哋，當我哋望住神，已經夠。我哋望住神已經夠。大衛就係呢個意思，瞻仰他的榮美。當每一天，你話我起身就要返工啊，但係返工之前，你望下神先啦。你全日24小時，我計你7個鐘瞓覺，其他10幾個鐘，我計你8個鐘、10個鐘要做嘢。你可唔可以抽10分鐘瞻仰神嘅榮美？呢個係我哋每日最重要嘅一件事。大衛話得一件事啫，就係瞻仰佢嘅榮美。當我哋每一天都咁做嘅時候，你會知道喺好多患難嘅裏邊，神係暗暗保守你喺佢嘅隱密處。個隱密處就係咩？佢同你嗰個私人空間，個私人空間淨係你同佢嘅咋。每一天好緊要。瞻仰佢嘅榮美，所以當我哋又轉為睇神，我哋好想要神解決我哋嘅困難，定係你好想要神自己呢？最後永不缺乏嘅跟隨係咩呢？先安息，後經歷供應。人好得意嘅，先得到供應，我咪安息到咯。你都冇供應，我邊有安息啊？但係神嘅法則係咩？先安息，後供應。你睇神創造我哋係咪咁嘅？6日創造天地，跟住人係點啊？跟住咪創造人咯。人一出嚟就係安息日啦。嗱，呢個係神嘅法則，呢個係神創造我哋秩序。跟住神就講，神就賜福給他們，叫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並且管理這地啊嘛。其實神嘅方程式就係你先安息喺個裏邊，然之後佢賜福俾你，然之後你生養眾多，遍滿地面，而且要管理這地。我哋調轉咗，神啊，我要管理啊嘛，我要返工啊嘛，我要揾食啊嘛，我要供樓啊嘛，
我要供書教學噶嘛，神呢啲全部都係要我去噶嘛。但係俾力你嘅係神，俾智慧你嘅係神，俾人對你嘅信任係神，全部都係神俾嘅。所以神嘅法則係咩？先安息後供應。以色列人係不斷要唔該你俾咗嘢我先，我就知道你係神啦。結果佢哋一路要求，一路都係咁。原本係好短嘅路程，由曠野去迦南，即係過紅海經曠野去迦南，其實係好短時間啫。但係佢哋行咗40年，因為點解？佢哋活喺呢個惡性循環當中。唔該神，你解決我問題先，我就信你啦。唔該神，你供應咗我先，我就經歷到安息啦。但係神話信心係喺乜嘢？係喺安息裏邊出嚟。當你喺安息中，你好確對神一定會供應你嘅時候，供應就嚟。所以好得意啊！當我哋係咁嘅時候咧，神就要我哋去體會一個好關鍵嘅位。嗱，個關鍵係位咧，係出埃及記第17章，佢度講咩咧？第7節，那地方原本叫利非定，利非定係安歇嘅地方，係可以休息嘅地方，但係變咗質啊！因為以色列人不斷抱怨、埋怨摩西，仲要持續埋怨，最後仲要點啊？鬧神。佢哋個埋怨係咩？那地方叫瑪撒，又叫米利巴，因為以色列人在那裏抱怨，試探上主。佢點試探上主？你喺唔喺我哋度㗎？佢哋個困難一冇被解決，佢哋就問神呢一樣嘢：你係唔係同我哋一齊㗎？佢哋根本當神係 problem solver。佢哋淨係問神：你喺咪度？我相信咧，今天好多孩子都經歷父母供書教學。如果突然間爸爸媽媽俾開學費，突然間有一個月冇俾學費，跟住個孩子如果知道爸爸媽媽係好錫佢，爸爸媽媽一路都係養到佢大，突然間有個月冇俾學費，個孩子話：阿爸你喺咪度㗎？你做乜嘢啊？做咩遲咗唔俾錢啊？其實做爸爸嘅會點咧？當一冇供應，佢哋就埋怨。我哋係咪不斷去培養呢啲嘅下一代咧？我哋俾好多供應佢，讓佢哋唔好埋怨。一冇供應嘅時候，佢哋就埋怨。我哋係咪想培養呢啲咧？我哋係咪想培養呢啲嘅領袖咧？我哋幫佢啊！你唔 OK 咩？我幫你解決困難。你唔明嘅咧，我教到你明為止。結果點咧？佢哋將個供應源頭指向你，唔係指向上帝。沈祖堯醫生佢點做？佢成個團隊跪低咗。佢神，我無能為力，真係帶到佢哋嘅係你，唔係我。我好盼望今日我自己都經歷過。我好靠自己嘅力咧，好想扶持好多人，好想培訓好多人，好想讓好多人咧係成為傑出嘅人。結果我用好多個方法，但係神好清楚話俾我哋聽 Henry 唔係你帶，係你帶嘅咧，啲人係會跟咗你嘅。當你發覺你講完道，你做完小組分享，甚至你喺一間公司做完 presentation， 啲人全部將啲掌聲、將個眼光望晒你，要小心。啲人睇唔到神，淨係睇到你。所以今天你係唔係成為一個 problem solver，取代咗上帝嘅位置？你話咁可以點做啊？將佢哋一齊帶去上帝嗰度，唔好讓我哋身處嘅地方原本神係俾我哋係利非定，但係變咗瑪撒同埋米利巴。瑪撒係咩意思？試探。米利巴係咩意思？爭鬧。原本個地方因為有神嘅同在，我哋就為嗰個地方祈禱。上帝，我呼求你，你將你嘅祝福、將你嘅平安帶嚟呢度。有人一路咁樣祈禱。我好記得喺2013年嘅時候，我當時認識咗有2個年青人，佢哋為元朗天水圍嘅自殺祈禱啊！
因為不斷有人跳樓啊。香港嘅元朗同埋天水圍區，佢哋就有感動嘅神啊！我有感動，我繼續我要為天水圍、為元朗區好多人真生命，佢哋跳樓，佢自殺，我哋要為佢祈禱，求主你嘅平安充滿呢一度，求主你扭轉佢哋，唔好淨係睇到困難，而係睇到出路。求主你將個盼望帶入你呢個社區當中，求主你俾我哋明白佢哋嘅需要喺邊。結果佢哋持續祈禱，跟住2013年我聽佢哋一路分享嘅時候，去到2019年，我聽到佢哋講見證，個見證係乜嘢呢？佢哋係帶埋元朗嘅警察，當時係有一個即係警民關係組嘅代表出咗嚟，講我哋睇到即係呢兩個年青人一路祈禱，其實好多警察呢，佢哋喺嗰個位裏邊都持續祈禱，結果睇到乜嘢呢？佢哋係打咗元朗天水圍嘅自殺率係一路下降，神係指住天水圍嘅自殺，然之後個罪案率係一路下降。神係聽禱告嘅神，嗰個地方可以成為利非定，因為神將你擺咗喺嗰度，神透過你賜福嗰個地方，你相信嗎？好多時我哋覺得 Yes I can 係因為靠我哋自己，人天然嘅反應係透過努力去得供應，但係上帝讓我哋學咩？17章第6節出埃及記，我哋再一次一齊讀好嗎？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烈山的一塊磐石上，你擊打那磐石，就會有水流出來給他們喝。摩西當着以色列領袖的面前就這樣做了。其實最重要嘅係神同你一齊，神同我一齊。嗰個地方除咗有我哋，最重要係有神，佢會站在你面前。佢會讓嗰個地方經歷有水流出嚟。嗰個磐石係乜嘢呢？即係我哋今日讀咗好多次下，摩西擊打磐石就有水流出嚟。結果喺1500年之後，神藉着感動路加醫生看見保羅嘅生命，保羅嘅講道，佢當時寫咗一節經文，嗰節經文係咁，佢形容翻即係千幾年前嘅以色列人，當時佢睇到係食咗一樣嘅靈糧就係嗎哪，也都喝了一樣嘅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着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其實當時磐石已經講係咩？我哋頭先我哋讀過嘅羅馬書嘅經文，就係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邊嘅耶穌。擊打嘅係乜嘢？因為我哋嘅罪令到耶穌受擊打，令到耶穌受鞭傷，我哋就得醫治，我哋就得平安。耶穌喺十架上已經受晒我哋面對一切困難，我哋面對一切嘅軟弱，我哋面對一切嘅毛病，神已經藉着耶穌醫治我哋。所以我哋每一天，我哋見人之前，一定要嚟到耶穌面前，我哋經歷耶穌嘅醫治。每一天，我哋經歷耶穌將我哋從頭到腳洗乾淨，我哋經歷所有嘅能力係從神而來，我哋先去見人。我哋嘅能力要叉咗電先，唔係淨係我哋嘅手機，而係我哋整個人要喺神嗰度先叉電。約翰福音我哋頭先讀過嘅經文，佢面對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佢連出嚟擔水都要喺烈日當空，因為佢好怕人見到佢唔 OK 嘅地方，見到佢黑暗嘅一面。但係耶穌講咩？你繼續飲呢個井嘅水，你仍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賜嘅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嘅水係要喺個裏邊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神嘅水要喺我哋成為泉源，喺我哋裏邊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呢個係咩意思呢？我想用少少我自己嘅生命見證作為今日就係講道嘅結束。我相信大家咧都有即係呢一種呢一種咧係咩咧？就係你發覺咧電腦即係我哋擺喺台上邊要做嘅時候咧，或者你擺個 iPad 嘅時候咧，你個頭要向下啊嘛，係啦，呢一個咧就係幫你晾起個電腦令到你可以咧真係望住
好似我依家都係晾起咗個電腦啊，望住咧，等你個頭唔會咁樣係方便啲。咁有一日咧，當我安靜親近神嘅時候咧，神嘅感動係咩咧？你呢一個晾高電腦嘅每一天係先晾聖經，之後先晾電腦。每一天係先晾住聖經，之後先按電腦。所以當我領受嘅時候咧，我就真係我就發覺每一天晾住本聖經睇，原來好好喎。係令到我真係喺個過程當中咧，好經歷到真係原來隻手唔使耷低，但係一路去享受去同神親近。其實咧喺我自己裏邊咧，我點樣去經歷上帝嗰種即係令到我可以即係安息咧？我發覺真係好寶貴。好寶貴嘅係咩咧？就係神透過我仔咧去教導我我仔點教我咧？就係我仔咧自細同我咧有個爹哋有個爸爸時間嘅。咁我同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分享，我其實好感恩，因為咧有呢個爹哋 time。我個仔今日25歲啦，仍然咧定期同我，佢雖然唔喺香港定期同我有 FaceTime 嘅。我覺得真係好好，即係呢一種嘅習慣。喺7歲嗰一年咧，我仔咧係教識咗我一個道理，直至到今天我都好記得。我約咗佢 Daddy Time 9點半每一晚。咁嗰晚咧，其實我要預備聽日嘅 PowerPoint， 因為咧聽日又有 training， 我自己本身係做培訓工作，咁要預備好多嘅投影片咧，聽日做培訓。去到9點半咧，我仔好準時，佢就嚟啦。喂，爸爸約咗你喎。咁但係當時咧，我發覺，咦，我枱頭仲有好多未完成我嘅投影片，我心裏邊好快就湧一句説話出嚟。嗰句説話係咩？阿仔不如聽日先啦。咁但係另外一個聲音係講咩？應承咗個仔唔可以反口。咁結果邊個聲音贏咧？係唔可以反口贏。結果我就冚埋電腦，我就攬住阿仔同佢講故事。咁結果一講咧，講到11點幾，跟住我仔咧翻入房就同媽咪瞓。然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爹哋 I love you。我當時咧我好開心嘅，但係我發覺我冇力啦，即係再預備 PowerPoint。結果我冚埋電腦啦，我就瞓覺啦，瞓到第二朝，咁我就去做培訓。感謝主，原來神話俾我聽，你太完美啦，係你嘅完美主義阻咗你。因為我完美主義咧，我覺得做嘅啲 PowerPoint 都唔靚啊，所以我就要花好多時間。結果我嘥咗好多時間，浪費咗好多精力擺落去做得更靚嘅 PowerPoint 俾人睇。但係結果嗰招咧，我冇做嘅，原來根本唔需要喺現場，根本唔需要睇我呢啲 PowerPoint 咧。其實啲人都已經係收到。神喺嗰日好清楚提醒我係咩？人唔係活喺完美，你係要活出我嘅完全。我唔需要你完美，你亦都唔需要花好多時間，亦都唔需要浪費你嘅時間追求完美。因為耶穌喺你裏邊，我要求你好似耶穌一樣完全。當你裏邊越多耶穌嘅時候，你就越完全。當你裏邊越少耶穌嘅時候，你就會越追求完美，你會越追求越大壓力。但係當你裏邊追求耶穌，當你裏邊俾耶穌充滿嘅時候，你裏邊係完全不一樣。跟住就讓我想起嗰段經文，段經文係乜嘢呢？每日先安息，你先有力；每日先安息，你先有力。每日安息嘅時候，神話方法俾我聽。點樣做培訓？神啟發埋我，到底佢哋啲需要喺邊？你揸住邊一個 point 咧，你就可以滿足到佢哋，解決到佢哋嘅問題。感謝主！其實原來每日神都有方法，更加寶貴喺神裏邊學咗一節經文。呢節經文我想最後咧送俾大家。呢節經文係咩？嚟自詩篇127篇啊！如果即係大家你都望到畫面咧，我邀請你一齊讀好嘛？呢節係好寶貴嘅經文，我但願呢節經文咧都臨到喺呢個喺書面前嘅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唯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阿們。唯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如果你活喺前半節，朝早一起身掛住忙呢樣忙嗰樣，覆手機
覆 email，跟住睇下呢個邊個需要你，嗰度邊度需要你，你全日勞碌得來嘅，本是枉然。同永恆有冇關係呢？唯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我點知道神喺度呢？安然睡覺。原來你裏邊嘅 GPS 啊，自動導航係會話俾你聽，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你夜晚會瞓得好好。你將一切嘅重擔交俾神，你會瞓得好好。你覺得一切嘅嘢唔係靠你嘅力，其實係神喺你面前站着，係帶你去行，你會瞓得好好。你會發覺啲人得着感動，唔係關你事，係上帝親自感動嘅。啲人信主唔係因為你講得有幾好，係神嘅工作，你就能夠安然睡覺。呢節經文彼得學到啊！之前同大家睇過馬可福音喺風和海當中，成班門徒嗌耶穌：你喺邊啊？耶穌當時係瞓着咗，因為佢係人嚟嘅，但係同一時間佢係神啫。佢好攰，但係佢仍然選擇係咩？同門徒一齊去經歷呢場風浪。佢知道有風浪，但係佢好攰，佢仍然選擇佢唔離開你。結果彼得學到啊！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2條鐵鏈鎖着，睡在2個兵丁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彼得學到嘅係咩？聽日就要處死，今晚俾2條大鐵鏈鎖住，但係竟然瞓得着喺2個兵丁當中。佢瞓得着，天使就嚟開門將佢帶出去。當佢瞓得着，神就工作。當你面對困難嘅時候，你仍然安息到喺神裏邊，神就工作。你仍然靠自己嘅努力去克服困難，去跨過障礙，你仍然要靠自己嘅力，要用好多個方法代替神，你就活喺好大嘅壓力當中。上帝係讓我哋瞓得着嘅神。你身處嗰個地方就係利非定，你身處嗰個地方就係可以安歇嘅地方。你身因為耶和華嘅同在，你必不致缺乏。因為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好寶貴。因為當佢喺度嘅時候，我哋發現利非定嘅乾旱，耶穌就係流出活水嘅磐石；加利利海嘅風浪，耶穌就係斥責風浪嘅主。喺希律監獄裏邊，彼得面對死亡之前，耶穌就係賜下安然睡覺嘅平安。當我透過自己嘅完美，好想活喺完美裏邊，神好大嘅提醒，藉著我個仔喺每一個趕工失眠嘅夜晚，佢係提醒我哋閂埋電腦，要愛身邊嘅人嘅溫柔聲音。耶穌，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一直係我哋嘅主。所以喺度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講道嚟到呢一度，好想喺度呢有個邀請。我唔知大家喺線上邊嘅，你信咗耶穌未？如果你發覺你今日面對好大嘅困難，面對好大嘅壓力，甚至唔知點算，耶穌話佢喺度，佢一直等緊你，佢喺你門外叩門，你願唔願意打開門去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讓佢一生帶你經過不同嘅人生挑戰，無論高低，耶穌都喺度。又或者有冇啲弟兄姊妹，你發覺你面對好大壓力，好唔容易，甚至你唔知點樣去跨過呢一個嘅困難，耶穌同你講，唔係靠你，凡勞苦擔重擔嘅，可以去到主面前，佢會使你得安息。先安息，然之後你會經歷到神嘅供應。神就係我哋嘅牧者，我哋必不致缺乏。所以好想喺度同大家有個結束嘅祈禱。爸爸，我哋多謝你，
因為你嘅話語就係靈，就係生命。願你嘅話語成為弟兄姊妹嘅力量。你話呢，你就係嗰位平靜風浪嘅神，你就係嗰位使我哋可以安然睡覺嘅神。願意咧，今天每一位喺線上嘅弟兄姊妹、朋友，每一個佢哋嘅家人、同事、身邊嘅所接觸到嘅群體、教會，願意主你讓你嘅安息嘅靈進入到裏邊，你讓敬畏你嘅靈咧大大嘅充滿每一位嘅弟兄姊妹，讓我哋睇見困難，但同一時間睇到你有幾大嘅能力、權柄，係平靜風和海嘅神。爸爸，我哋多謝你，因為你總不撇下我們，你就係我哋嘅牧者，讓我哋一生不致缺乏。願耶和華天父爸爸喺天上嘅慈愛，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成就嘅救恩，將我哋脫離一切罪惡嘅捆綁，脫離黑暗嘅權勢，讓我哋活在耶穌基督嘅寶血底下。多謝聖靈一直感動我哋，讓我哋每一天更加認識神、經歷神。願爸爸嘅慈愛、耶穌基督嘅感動、聖靈嘅同在，天天與所有弟兄姊妹一齊，同今時直到永永遠遠。感謝主，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今日嚟到呢度，係時間交翻俾阿 John。好多謝黎老師去講明上帝嘅信息，我哋咧都真係一齊學習去專注喺耶穌身上，冇俾生活嘅事情咧拉走我哋嘅焦點。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若果咧你喺剛才嘅信息入邊，你有感動嘅話，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嘅救主，你可以咧去掃隔離呢個二維碼，咁咧留低資料同我哋嘅同工聯絡，咁我哋咧就會再有專人咧去聯絡你噶啦。咁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哋嘅侍奉團隊咧，我都邀請你可以掃呢個二維碼，留低資料俾我哋，咁我哋咧盡快要同你聯絡噶啦。接住咧係我哋回應詩歌嘅時間，係生命活水充滿我。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我。主，感謝你賜下活水，讓我哋有盼望。安躺你懷內，心貼緊父神，施恩拯救奇妙音韻，全滅環繞牽引，為你當初創造宇宙，為你永遠彰顯榮耀，聖潔光輝來釋放，劃破黑暗，晨光照，更新我，清洗我，主賜活水，施恩寶座面前，重上種眾生，更新我，清洗我，主賜活水，用於心窩裏面，豐足充滿我。安躺你懷內，心貼緊父神，
永於生活裡面，豐足充滿我。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宣讀主禱文，作為我哋今日崇拜結束嘅禱文。主禱文呢係主耶穌當日親自教導我哋如何禱告嘅禱文。預備起，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請大家仍然站立，我哋同唱三一頌。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大家請坐。接住係家事報告嘅時間。喺報告之後咧，會有信仰分享同埋代禱嘅時間。如果你方便咧，都邀請你哋一同留低，我哋咧分享同埋禱告。下週主日係2026年3月15號，為我哋分享信息嘅咧會係盧天賜長老。弟兄姊妹咧，請留意，因為美加咧已經開始咗，今日開始咧有夏令嘅時間，咁所以咧係啦，我哋部分嘅地區咧，可能嗰個直播時間會有改動嘅。咁特別係如果你喺英國喺京港台或者澳洲雪梨呢啲時區嘅話咧，都請你留意個時間咧，我哋會調前咗1個小時嘅。咁如果你唔想錯過我哋嘅信息咧，我都邀請你可以掃左邊嘅微信通知群或者右邊嘅 WhatsApp 通知群嘅二維碼咧，咁你就可以加入咗我哋群組，咁收到我哋嘅信息㗎啦。今日嘅反思問題咧有3個，分別咧就係今日我心裏邊乾渴係啲乜嘢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我習慣將呢份乾渴帶到喺邊個嘅面前咧？第3個就係喺帶到去人面前嘅訴苦，定係帶到去應許賜後水嘅耶穌面前去訴你呢份乾渴嘅苦咧？捐得樂意係神所喜悅嘅，多少奉獻皆係上帝嘅恩典。請你咧考慮成為我哋恆常奉獻者。咁係左邊咧就係俾中國弟兄姊妹可以奉獻嘅二維碼，右邊咧就係俾北美或者全球網站嘅奉獻二維碼。我哋嘅奉獻咧係接受國際信用卡、美國銀行轉帳或者支票嘅。我哋一齊為獻金禱告。親愛主耶穌，我哋都知道咧萬物都係從你而嚟嘅，我哋所得嘅咧都係你嘅祝福。感謝你每時每刻嘅供應，讓我哋咧學習透過奉獻去學習咧，用屬靈嘅眼光去睇呢個世界嘅需要，為到咧教會，為到你嘅事工咧去獻上，亦都與你同工去建立。學習咧，我哋將你放於首位，願意咧獻出我哋勞碌所得，去支持你地上嘅事工，讓更多嘅生命得以造就，包括咧我哋自己，特別係我哋自己生命更新嘅改變。感謝你咧，讓我哋有機會參與你聖工當中。禱告咧，乃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除咗網上崇拜咧，北美基督燈台協會咧，我哋都有全球學院。咁呢個學院咧係支持全球即係終身學習。咁我哋嘅學費咧係自由奉獻嘅。咁每一季咧都有唔同嘅課程。咁喺呢一季春季咧，我哋就有3個課程，而有其中一個咧仲係去到4月嘅。咁另外2個咧就係剛剛完成。咁包括咧就係陳啟柏博士嘅科學、人工智能與基督信仰。有陳曉東牧師博士同埋洪潤飛老師嘅人工智能時代的實用神學與宣教創新，仲有盧天賜長老呢個咧課程咧就去到4月嘅，咁就係基督徒的護教使命。咁如果你錯過咗之前各個季度嘅課程咧，你都可以繼續註冊去登入去之後咧去收聽翻唔同課程嘅錄音啦。咁部分課程咧更加會有筆記去下載嘅。
有請黎老師咧為我哋祝福。好，讓我哋一齊咧領受爸爸嘅祝福。願天父爸爸你喺天上邊嘅感動平安，從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流露出嚟嘅愛，永不止息嘅同在同埋恩典，聖靈每一天喺我哋心裏邊嘅啟示、亮光、帶領，常常與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同今日嚟到嘅朋友同我哋嘅家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天空聖城嘅主日崇拜咧，就今日咧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週再見。喺之後咧，我哋會有信仰分享同埋代禱嘅時間。咁弟兄姊妹咧都請你留步，我哋一齊參與，互相守望。咁我將時間恭敬交俾同工。